伫咧波兰有一个查甫人，甲家己装作是三家阿妈肚迄款的假人，徛伫咧服饰店头前的玻璃窗，经过民众和店员拢无发现哦。听候这大卖场休困了后，才偷走入去偷摕这贵重的珠宝，或者是偷摕骨肉解。前几天保全总算甲伊发现，也甲伊移送法办咯。服装店窗仔内底放几个假人马肚，每一个拢摆好姿势袂叮当，啊，毋过感觉都有怪怪。问题就出一个正平，迄个手摕一个皮包的马肚。波兰警方特别公布一个特殊的测案，贼偷假做假人马肚，徛伫一间购物中心内底店家窗仔头前。等商场收店了后，佫趁机回偷物件。嫌犯是一个22岁男性，趁卖场营业时，假做假马肚，等商场无人时阵，才进入珠宝店偷物件。因为这查甫人实在是伤过假，店员甲民众都无发现。后来保全发现有点无正常，才掠到这个贼偷。事实上，这查甫人已经用同款的手法成功得手几啊摆。警察指出，伊捌走入去商场内底酒吧食物件，然后佫走去服装店换衫，也会超店头收现金。至少涉嫌3件窃案，这贼偷已经被拘留，那罪名成立，相当爱食10年牢饭。公司新闻，市反两朋友。